迄个肉啦，迄个香菇啦，胡椒粉啦。伫灶骹炒米粉的是李姓阿嬷，今年80多岁，少年时做30几档的水骹，即届伊重新转去灶骹当鼎灶，拢总传60几项菜，要互50几个平常时陪伴伊的社工和朋友斗阵食，提早围炉。我即摆是做趣味的，较早咧，较早是做趁钱的。阿嬷讲，即届菜单真特别，是伊和据点的朋友斗阵想的，因为大家喙齿无好，爱传一寡好补的菜色，亲像鱼翅冬啊、菜头粿、金粿、米血等等的好料，互大家欢喜热烈食团圆。惊创鱼伊，大家会去店着插着，唔敢创鱼啦。啊，就想安尼，该用啊，我白想，我白用的啦。若是拄到独居的阿公阿嬷吼，我们会传那个年菜，然后上去引导。那我们也有说伊是独居的，然后我们找几个技工啊，跟有工作人员一起到他家围炉安尼。洪德老人基金会表示，据点拢总有3成是大是大鸡，无依无我的是大人。基金会会伫咧过年进前替因传好年菜，嘛邀请社工、志工陪伴独居的阿公阿嬷做伙食团圆饭、大春啊，或是大伫咧过年过节，袂感觉真孤单。记者第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